好兄弟平安。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上帝的囝耶稣，伊已经上天到上帝的面前，咱就坚守所宣认的信仰，所以咱就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03首，听从圣神，
阮欢迎你来就问咱的上帝。来，起立，家己拍手。这是咱当心下头的祈祷。天父的爸爸，阮感谢你，阮伫你面前要承认，搁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阮时常无注意，犯着过失来得罪你。你知阮的犯罪，阮有时无小心会离开你的道路，浪费着你予阮的恩赐。互阮来得罪你，求主你帮咱看顾，主啊，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阮当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阮嘛恳求你带领着你的囝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过，求你教示阮知影阮家己的歹，求你洗清去阮秘密的过失。主耶稣，阮恳求你。因为你有怜悯慈悲，你无快快生气，你嘛无久长的责备。求你伫阮主耶稣基督听内面接纳阮遐个悔改的心，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伫你义的道路顶端。听阮的爸爸，这是阮特别恳求圣神来光照，使阮众兄弟有智慧的心。有聪明的灵，互阮会当明白今仔日的讲道，嘛特别恳求上帝，你赏赐阮牧师恩典，啊牧师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信息，诚侪阮众人的帮助，互阮会当更加了解服侍的意义，诚侪阮一生的引带。主，阮感谢你。这时，阮要用个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
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所书第2章，显着咱来交托伫圣诗后壁面，启用61篇。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所有的人，包括恁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成的殿归属主。这是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5节的所在。我来读。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就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最好、搁完全的旨意。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就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慎重评价家己。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逐个肢体各有无相同的功能，
虽然咱有真侪人，毋过伫基督是一体，互相做肢体。我过来读和合本华语的部分。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愿上帝祝福听他你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社青团契来学老，因今仔日要学老的诗歌是平安的7月份。
这是咱要请牧师来正道，牧师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服侍是主所赏赐的恩典。兄弟平安。咱今仔日是这个总会所定的这个社会福利事工的这个纪念主日。伫这个中间，咱总会有做这个有关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事工，大部分拢做伫咧这个较偏远的所在吼。所以有当时咱也无法度去注意到讲教会有做这个代志，但是伫这个所在特别是做伫咧这个弱势的顶面，这也是咱主伊命令咱爱去做的。所以咱对总会迄些属下，咱有做这个事工，请咱来共同来关心这个事工，互这个事工会通做了更较好势。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阮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得到主你的欢喜接纳。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我伫咧甲迄个闭关长老伫练习书礼的时阵，伊甲我问一下讲：牧师，你今仔是安怎用服侍的事？你迄个事有拍毋着无？哦，这是调工的。就是其实圣经内面服侍这个字有用这个人字旁的事，嘛有用这个事工的这个事。特别用这个事，是因为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咱拢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咱是徛伫上帝的面前，所以咱的服侍毋是干那做一件代志安尼若定，是咱伫上帝面前来做这件代志，也是讲咱是奉主的名，为着主的名缘故来做这件代志，所以特别用这个服饰，这个事来诚做咱今仔日的这个主题。亲像咱今仔日有这个爱餐，牧师伫咧咱的这个赖群组内面有特别交代。期待咱所有兄弟会通伫咧即个爱餐的时阵，咱用咱家己的即个爱餐，家己用家己的即个碗箸，自己带自己的餐具来。我知影今仔日当然有个人无早，所以教会共款今仔有餐具，免烦恼。但是伫即个中间，其实嘛是共款，就是迄个彼此服侍的迄款安尼的心志。咱今仔日咱来遮做礼拜，咱伫遮真安心，咱有冷气通好吹，伫遮安心做礼拜。但是咱敢知影咱的安尼服侍的同工，因伫咧几点就已经来到伫教会，伫遮咧准备遮爱餐。搁因爱餐线，咱伫咧用餐的过程，因搁开始伫遐咧整理。如果咱搁大家人食煞了，搁无洗家己的碗箸，搁互人替你洗。安尼，咱伫咧主的面前，咱到底咱是迄个服侍人的，是干那咧服侍的？这拄好是伫咧咱拄好既然领受，咱就伫遐安尼来做。上主要就是讲，咱是伫咧迄个彼此服侍，咱期待讲，咱伫咧即个爱餐线了，咱会通安尼家己的碗箸，家己炸家己的碗箸来，搁安尼用纸切的，家己摕倒去厝里，家己洗。咱莫将迄个造成迄个服侍同工因的麻烦，尤其是伫咧厨房遐，咱讲已经安尼真混乱啦。咱搁伫遐咧甲伊抢水，要伫遐洗碗，你用想象讲，迄是多么混乱的一件代志。咱也会使安尼用着咱一点点仔的改变来体贴咱的服侍同工。我想，这就是服侍主。所以我今仔日我嘛有特别伫咧安尼特别观察，伫咱的中间，亲像讲，我毋知影讲咱来做礼拜，咱拢真安尼放心就来安尼来到伫礼拜堂来伫遐来坐。但是我毋知咱要去注意到无，有个人来到礼拜堂，伊毋知影要坐倒位。如果你若家己当作是即间教会的主人，安尼，请你
注意看有迄个你较感觉较生疏，你甲伊较毋捌，哦，是你感觉讲，你感觉伊那亲像毋知要坐倒位好，即个时阵你就帮忙伊，邀请伊来坐伫你的边啊，哦，甚至互伊搁较了解讲教会的迄个礼拜的规个定数，尤其是即个特别是迄个初次来到伫咱的教会。每一间教会的礼拜定数，拢有小可无共款的所在。有的时阵爱徛，有当时爱坐。但是对一个初次来到伫教会的人来讲，即个当时要徛，当时要坐，对伊来讲，迄是一件足紧张的代志。我想咱拢有机会去到伫外面做礼拜，咱去到别间教会咧参加人的礼拜时阵，咱嘛有足侪无习惯的所在，所以咱。既然咱诚做南洋教会的一份子，咱就爱诚做主人，亲像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共款，咱就无搁再是出外人。出外人是迄个互人服侍的，吼。但是你既然是主人，你是爱诚做迄个服侍者来服侍的咱的遮个第一初次来到伫咱的中间的遮个兄弟姊妹，互因会通伫咱的甲咱会通安尼融入伫咱的即个礼拜中间。互伊会通安尼真安心做礼拜，互伊会通真稳当讲坐伫咧遮，吼，伊袂感觉讲伊有真有压力。无须会安尼讲，是因为我家己的母会有发生即款安尼的代志，我感觉讲这是一件真遗憾的代志。就是牧师娘进前伊有一个好朋友伫咧教会内面，一个真好的朋友。牧师娘就安尼真，伊的先生一直期待伊会用到伫诗班来唱歌。伫咧迄个圣歌队式吼，拢有每一个诗班成员拢有伊固定座位，我毋知影恁有无？我的母会每一个位置差不多拢有固定的人坐。牧师娘这位好朋友，伊的先生嘛伫咧诗班的内面，伊足期待伊的某会通好来到伫诗班来同齐练歌，以后嘛会同齐伫咧主日来献诗。好不容易请来到伫咧迄个诗班拜六练歌时间，伊就来咧，伊就甲坐落去，人来讲即个位是某某人坐，空间记得调起来。所以佫叫讲因佫去坐伫咧另外，即个位是另外某某人的位，伊转去坐伫咧诗关室的外口。我要用安尼来讲，就是讲今仔日咱咧服侍主，到底服侍到尾啊，到底是咧服侍啥物货？如果咱若是服侍到尾啊，安尼的时阵，咱的主会因为咱所行出来伤心，因为咱。并无去服侍迄个至美神的一个，所以亲像咱教会内面有缘有侪初出来也好，也是伊有需要的也好，咱会通诚做迄个帮衬。虽然有当时所做的是真小可的代志，但是咱也会使安尼真搁较用一点心安尼去关心着人的需要的时阵，我想。咱所做的就是照圣经所讲的，迄个服侍，迄个至美神一个。所以期待咱会通好好来照着咱安尼对主所领受的，咱会通好好来去就安尼来去操练。咱顶礼拜咱有去分享着讲咱得着迄个耶稣的性命，不断伫遐来培养，佮活出耶稣的性命。咱自然会迄个活出耶稣伊迄款安尼的迄个模范，这就是服侍。所以咱会通对迄个服侍有做迄款安尼定义，就是为主的名所做的代志，就是服侍。所以佮即个毋是干那限定伫教会，也是讲属灵的代志，就是算讲小可伫咧即个日常生活中，咱互人因为咱所做的得到利益，安尼。就是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耀，这就是服侍。所以，咱嘛有提起着讲，这个服侍是咱的需要。伫这个服侍中间，咱伫遐来不断伫遐来操练迄个看无家己，安尼着这个无家己的迄款的性命伫遐来迈进，
来为着别人，也是讲迄个，因为如果咱若是讲，咱期待讲咱会通安尼预备咱家己将安尼迄个将来会通甲主安尼同做王。佮咱伫咧中间，咱嘛分享着讲，若服侍是因为为着别人，也是讲教会需要，安尼服侍啊，有可能会互即个代志，是迄个需要所推动。结果就是咱伫咧中间，咱会通，咱咧服侍过程会安尼会容易疲惫。若是面对困难，也是即个迄个问题的时阵，咱嘛因为安尼伫迄中间来软弱。但是如果咱若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的名缘故，安尼咱所做的，咱就袂感觉疲惫，嘛袂感觉安尼会。就算讲拄着困难的代志，咱嘛伫咧迄中间，咱会伫遐倚靠主来伫遐来得胜，咱就袂伫迄中间来放弃咱所做的。咱伫咧分享的内面，咱嘛有空遇到上帝透过服侍，伫咱的生命内面会成就几项的代志，就是服侍是咱得救的目的，佮伫遐操练甲主同做王的一个机会，佮伫咱的服侍时阵是咱成长的机会，佮服侍是咱咱讲安那投资在天上的一个机会，咱那个投资在地如在天的一个机会。过来，咱透过服侍会通安尼服侍主，互咱安尼讲越用越有用，所以芦苇手咱嘛有分享着讲，服侍是咱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机会，要互咱搁较济来去经历，也是经验着迄个主甲咱同在安尼迄款的机会。别人的痛苦甲伊的需要，拄好是咱迄个安尼。迄个服侍，甲着迄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咱免伫咧迄个过程内面，伫遐来担心咱的能力不足。只要咱愿意互主使用，咱会发现讲，咱愈互上帝使用，咱用了就有用，不用就无用，越用越好用。所以咱煞接要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尼，啥物人会通来做即个服侍？服侍是咱的需要，这是咱伫咧顶礼拜咱所分享着。安尼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通服侍咧？就甲亲像咱进前所提起着，上帝无伫遐关心讲咱所服侍安尼，咱的迄个，咱的恩典，是讲咱所做有偌济？只伊敢若较伊所意爱是。咱是毋是有一个欢喜，互主所使用迄款咱的心？所以人会通来诚做迄个参与伫咧迄个服侍内面。既然是安尼，为虾米咱会发现讲，有侪人毋敢来安尼参与伫咧迄个服侍内面？我想咱伫咧咱的生活中，也是伫咧教会内面，咱会有时常听见几个原因，就是咱会讲我无有装备。也是讲我无恩赐，是我无时间。如果咱若是讲着讲我无装备，人时常会感讲咱家己的装备无够，咱甚至咱会感觉讲我无装备好势，安尼我要去服侍，安尼敢好势？直到咱感觉讲因为安尼缘故，咱毋敢服侍，咱会通想想讲，其实每一项代志开始的时阵，总是较困难的，因为有当时即个事工咧做的时阵，是咱过去咱所毋捌做过，但是咱会哪做哪老练，哪做哪熟悉。所以如果咱也无把握安尼讲，迄落会通做好势，直到咱会伫遐惊失败。但是如果咱若伫遐讲我着期待我等到我家己拢装备好势，拢袂犯错，才要去做。我想安尼，咱永远拢无迄个安尼去操练的迄个机会。因为每一件代志，咱是伫咧迄个咱讲做中学，咱是伫咧不断伫咧操练的过程内面，伫遐来学习，来递到一项代志来得到成功。就甲亲像咱伫遐骑铁马，
吼，咱伫遐学骑铁马。如果咱若干那安尼伫遐听到侪即个骑铁马的理论，结果咱拢无踏去你即个铁马顶，伫遐安尼来开始来踏，咱永远学袂晓。我会记得我的儿子伫咧学骑铁马的进前，伊心内嘛是足侪惊吓。我伫咧伊的后壁扶着伊的铁马，我伫遐讲，你就是踩就对了，你就是不断的踩就对了。伊就真正一直不断的踩，这个囝真顺服。讲叫伊踩，伊就踩，他就是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我就伫后边一直甲扶，扶到尾啊，我就放手，伊就起来，他就可以抓住平衡。如果咱若拢无看出我们生命当中的迄个第一步，你永远只有敢若知，但是无法度真做落实伫你的生活的内面。所以，咱每无一个人是装备好势了了才去服侍。咱需要是踏出咱迄个信心的第一步，伫咱的服侍内面不断伫遐来安尼操练，伫遐来受装备，来行上帝咱讲预先大先所安排的逐样的好事。伊逐样的好事，咱拢一开始的时阵，咱拢无了解，也是讲咱无熟悉。就较亲像咱2年前，咱开始来安尼受邀请嘛，参与伫咧即个洗手爱无限的即个事工。一开始的时阵，咱嘛毋知影要安怎做，就戆戆做。既然人着邀请，咱着做，着伫咧迄个中间，咱伫遐摸索，安尼渐渐咱有经验，甚至咱有法度去甲别个教会来分享。所以应该是2礼拜前吧，阿美姐，你是2礼拜前、3礼拜前去头城吼，因为头城也毋捌做洗手爱无限，因想要做，但是毋知要安怎做。迄个时阵，就换咱的同工分享，毋是咱较厚，是因为咱就是伫咧迄个中间，咱看出迄个信心的第一步，咱就伫迄个中间做。兼在头开始的时阵，咱做了无真好势。但是渐渐咱已经有经验，咱知影讲咱会去面对着什么款的这个弱势的家庭，咱要爱安怎去关心因，安尼咱就一步一步，咱就会通做更较好势。因为咱毋是伫咧，咱拢知影，咱拢了解了，咱才参与，是伫咧迄个不断伫咧实践，伫遐操练的过程内面，伫遐来安尼，互咱即个所在会拿来拿好势。第二，咱会讲到咱无温数，人也时常会限制会用做的代志，以及咱所拥有的这温数。当迄个一项即个服侍无伫咧咱的迄个温数的范围的内面的时阵，咱也未尝试，咱就已经先大先来做拒绝。咱一件代志，一个服侍，也是讲一个代志，咱可能对即个无真迄落安尼理解的时阵，咱第一件代志讲，这我袂晓，一件安尼就一喙就否决掉。如果咱若感觉讲，即个代志真趣味，嘿，但是我袂晓，安尼要安怎？咱会用伫咧咱的祈祷内面，咱的主祈祷讲主啊。即项代志吼，我袂晓，但是我想要参与。求你帮助我，互我伫咧即个参与的过程会通参与，得到主你所赏赐的即个恩赐。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上帝是迄个一切恩赐的即个源头。他说。伫咧咱今仔日雅各书第1章内面讲着安怎？伊讲各样美善的恩泽和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咱就通知影讲，所有一切恩赐的源头是对上帝来。佮上帝伊安怎？伊是迄个会用互迄个无的变成做有的。
诗篇第33篇讲，伊一个讲宇宙就出现，伊一个命令，万有就形成。佮毋那安尼，上帝伊也互迄个5000人照着迄个五块饼2尾鱼，伫迄个中间来得到食饱。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上帝伊会通互咱所拥有的即个恩赐，安那拿来拿价天。迄个互5000人食饱，5块饼2尾鱼，落尾手阁剩12斤的。所以是上帝是照着圣经所教示的，讲安那，既然有诶，要互伊安那，互伊搁较有安那，搁要互伊有剩啊。若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夺，安尼夺去。但是这无，咱安尼咧讲诶时阵，无，咱不意味着讲安尼，咱是毋是所有诶服侍咱拢爱做？咱讲，咱虽然讲咱需要照着上帝所赐诶即个恩赐来服侍，但是咱毋通去限制上帝照着咱所要去安尼成就诶代志。咱伫咧迄个有需要诶即个情形诶下面，上帝会赐咱其他遮诶恩赐来服侍。我伫咧顶礼拜诶即个鼓励内面，伫咧欢喜礼拜诶中间，我有伫遐特别举着即个淑芬长老诶例。淑芬长老伊过去伊拄仔来到教会诶时阵，伊是袂晓弹琴诶。但是伊伫咧看见教会内面诶即个服侍，伊真欣赏迄个会晓弹琴诶人，伊就伫遐开始来找人学，找老师学。佫毋那呢，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欢喜来伫遐来操练，佫伊勇敢来伫遐来安尼伫咧众人诶面前来弹。咱今仔有偌侪人会晓弹琴，但是要请你起来弹琴。咱拢3体4体4，咱今仔日咱南阳教会有偌济真系弹琴的人才，但是咱的司琴是安那干那即几个，真正要安尼讲，是安那互即个咧安排司琴的同工安尼遐尔啊头疼，有用那个用了就好用哦，不用就无用。何况今仔日圣经对咱的迄个教示是啥？既然迄个有诶要互你有剩，无诶连你有诶嘛要甲你带去，所以咱就爱去善用上帝所赏赐互咱的遮个恩赐，佮无诶，咱嘛当咱欢喜互上帝所使用的时阵，上帝要伫咧迄个中间来一点一滴一直加添起来互咱。互咱会通安尼做了，安尼毋那是干那伫咧即个咱伫咧教会服侍，伫咧咱的家庭，伫咱的社区，伫你的工作的顶面，拢要甲你成就。亲像讲，咱伫咧工作的顶面，有当时我想伫咧工作的顶面，咱可能较毋敢安尼讲。当头家对咱讲有一件代志要交互你做。不管你会晓做，不会晓做，交互你就是做。你若甲头家讲，老板，这个我不会做，你也发现你的下场是什么？直接就是 fire 掉，交代你的，你就是爱完成，敢毋是？何况今仔日上帝所赏赐互咱的，伊毋是照着咱所无的，是照着咱所有的去交代咱，佮咱是毋是欢喜互主所使用？所以，当咱若伫遐来上帝伫遐讲我无，莫讲咱向上帝讲，咱对人讲我无恩赐。这对上帝来讲，这哪像是咧甲上帝控告？主啊，你拢一点仔恩赐拢无互我呢？是安怎？人拢遐侪恩赐，我拢无半项，是毋是安尼？所以当咱若有安尼迄款的想法的时阵，咱真正好好来去安尼数算，去数算上帝伊伫咱的心上，伊到底有啥物款的恩赐？我今仔日嘛真感动，今仔日咱的迄个淑娟姐，
伊去奥伫办公室摕到迄个更新，去互干事，要去甲干事摕新的更新。伊甲干事讲安那，伊讲歹势，我迄个进前的无拢总发完，所以我摕倒转来行李，伊佫摕新的转去，伊就是摕到更新去伫遐分，伊照着伊有法度的去做，伊就安尼去赞美操，也是讲伊经过伊的厝边，我毋知影你遐的厝边，你的厝边内面拢一个好朋友拢无吗？你拢真正对伊的性命拢无有一点啊，迄种心内有迄种的安尼迄种安负担吗？你既然对伊负担，上简单，我袂晓跟伊传福音，我将更新录伫咧伊的厝的信箱，安尼敢做，敢真正遐尔啊困难？我期待咱真正会用开始来做这个代志，将这个更新录伫咧人的信箱内面。当你甲录伫咧伊的信箱内面的时阵，咱哪会知影上帝伊要做啥物款的奇妙的代志？当人看到迄个时阵，可能是伊有当时可能看伊就淡掉，但是当伊伫咧有用的时阵，伊有可能就因为一篇的即个福音的文章，伊的性命要得到改变。所以咱是毋是有欢喜互主所用？咱真正敢拢一点仔温数都无？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透过圣神来开启咱，互咱会通有搁较好好来去亲像安尼的问题。过来就是咱时常会讲到我无时间，人拢会感觉讲无时间来服侍，通常是因为服侍毋是伊迄个生命内面的迄个优先的地位。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没有时间是价值观的问题。迄个忙碌的生意人哦，当伊伫咧囡仔有迄个生病有危急的时阵，伊会抽时间去放下伊的生意去陪伊的囡仔，无？咱若看见迄个生命的短暂，咱就会要赶紧的把握机会，迄个服侍机会去服侍即个对方。迄个关键无介在伫咧你有时间无，乃是上帝有伫咧你的生命的即个关系次序内面，到底是放伫咧第几位？咱有将上帝放伫咱生命内面迄个优先的迄个地位无？咱若立志要为主来活，为主的名来做代志，安尼每一个时刻拢是咱服侍的机会，拢是咱服侍的迄个拄好的时间。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服侍是上帝的恩典，服侍是上帝的恩典，是要用着上帝互咱的遐个各样的恩赐去分享，互遐个有需要的人。安尼敢有困难？我想应该无困难。上帝并无要求超过咱会通服侍的，也无摕咱的迄个，伊无摕咱所服侍的去甲别人的服侍来做比较。所以咱伫咧讲到迄个领着迄个5000的，甲着迄个领2000的，甲着迄个领1000的。上帝无伫咧迄个中间伫遐要求讲你迄个领2000的，你爱去趁迄个5000的，你若无甲迄个领5000共款趁5000转来。上帝伊是照着咱所领受着，咱有欢喜来伫遐来互上帝使用，就伫迄个中间，上帝要成就迄个奇妙的代志。只要当咱若愿意互主使用，咱就会通发现，咱无需要去甲其他的人伫遐做比较，因为上帝只要求咱的是，咱伫迄中间忠心来伫遐来服侍，照着上帝的心意，将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咱逐样的这个能力，咱的遐个才干伫遐来安尼分予逐个人。若毋是上帝所赐的恩赐，咱认真讲，咱啥物事都袂通做。
咱会讲无啊？我啥物也我这嘛会通做，我迄嘛会通做。对，但是问题就是做了的果效到底啥物款？如果今仔日咱若是欢喜互上帝使用的时阵，迄个所做出来的迄个代志，是咱讲迄个事半而功倍，因为是圣神甲咱同齐做工，伫咧中间咱会哪做哪欢喜。哪喜乐，佫会通哪有果效？所以咱若伫咧服侍的时阵，亲像讲，咱若欢喜要来向人传福音，咱甚至咱会通来向主祈祷讲，主啊，我嘛无啥会晓甲人向人传福音，啊无主啊，你将一个人就好。咱能想象，你今年，你只要向主讲，主啊，求你。带领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互我有机会向伊来传福音。咱教会明年就变200个人，敢毋是？但是上重要，毋是伫咧迄个人数的增加，乃是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当你欢喜来伫遐来服侍对方的时阵，你行互对方看，做互对方看。互伊的性命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更新、得到改变的时阵，就毋是干那人数的增加，乃是一个新的灵魂，伊的性命要得到更新，伊的性命要得到上帝迄个大的祝福，互伊的性命要得到改变，佮伊的家庭要因为即个人的性命得到改变，伊规个家族要得到改变，所以服侍。是上帝的恩典啊！当咱欢喜互主使用的时阵，咱的服侍会愈来愈有大的即个果果效。毋是咱有啥物款的了不起，嘛毋是咱有啥物通夸口的，拢是因为咱欢喜互主使用的时阵，咱伫咧迄个服侍过程内面。就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佮会通领受上帝其他侪的恩典。服侍是上帝互咱的恩典，上帝要赐福互咱会通服侍，佮借着即个服侍会通领受佮较大的服侍。就咱会通去认出迄个服侍是上帝的恩典，佮是迄个，佮毋是干那普通的恩典，是极大的恩典，也是咱的需要。安尼的时阵，咱就袂伫迄个中间会伫遐来懒散，来讲偷懒，无愿意来服侍。反正咱会安尼讲格外的殷勤来伫遐来服侍，亲像哥林多前书15章内面讲啦，他说：“然而由于上帝的恩典，我才成了今日的我，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典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其实不是我，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所以咱就通看见讲，今仔日连保罗遐尼啊，咱会讲遐尼啊伟大的一个使徒，伊伫咧安尼会通讲已经要行到伊的人生的迄个已经尾期的时阵，伊伫遐咧宣告是啥？伊讲我今仔日我所做的，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才来成就我今仔日的我。毋是我会通好做啥物事，乃是拢我甚至讲伊伫遐讲我比正使徒格外劳苦，事实嘛是安尼啊。但是咧，伊讲啊啦，伊上后尾讲啦，其实毋是我，乃是上帝恩典甲我同在。所以伫迄个中间，伊真清楚知影，伊所做的，咱会通讲今仔日规个基督教世界，咱所传的。差不多会通讲，咱像咧咱咧所宣扬的，咱就是咧宣扬保罗所传的。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连保罗伊嘛是遐尼啊谦卑，伊无看无家己，伊敢若知影讲伊所做一切，若毋是上帝恩典甲伊同在，伊所做的拢总是空虚的。所以咱会通伫咧迄个
透过着伫咧服侍的时阵，咱会通伫遐来心存感激，咱无伫遐来埋怨，伫遐来把握着每一摆会通服侍的机会。所以，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服侍。所以咱必须要知影，安尼应该要怎样来服侍，来互迄个咱的服侍会通怎样来举长。所以咱会通用到这5个字来去好好来去想。来，这简单的5字，要来表达规个这个服侍的路，一个真要紧的每一个阶段。这5个拄好是5个重要的阶段。耶稣的服侍的规个焦点，伊伫遐讲起讲安那，伊讲因为万有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伊伫咧中间，耶稣伫咧中间，伊开始服侍的时阵，毋是迄落会通讲一开始是为了耶稣，搁安那落尾首上落尾的时阵，嘛是为了耶稣。规个过程内面，拢无有离开耶稣。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服侍需要对迄个咱头拄所讲的。主要先对圣神来开始。箴言第3章内面底下讲起着讲安那，讲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所以咱就通看见，咱伫所有每一项代志，咱应该专心来倚靠咱的主，咱的上帝。搁安那，伫咧这个撒迦利亚书内面也讲起着，伊讲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他说不是倚靠势力，也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咱就通看见，毋是倚靠家己的聪明，嘛毋是倚靠家己任何的气力，乃是倚靠主的神。咱伫咧中间倚靠圣神，毋是感觉，毋是倚靠咱家己的感觉。有当时，迄个倚靠圣神，甲倚靠家己的迄个感觉，迄是敢若一线之隔。有当时咱伫咧迄个有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说咱真正需要有甲主有一个真合宜、真亲密的关系，安尼时阵，咱才有法度体会上帝的心意。搁咱所行所做，咱真正才有法度照着圣神来靠着倚靠着圣神来做。圣神其中一个真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咱安怎，要帮助咱去领悟上帝的话，领悟上帝的话。所以咱是安怎？咱讲耶稣是咱的模范，圣经是咱的准则，搁后壁一句，圣神是咱的引带。咱需要透过着圣神的引带，咱才有法度看见主耶稣的模范。搁伫咧圣神的引带下面，咱才有法度明白圣经的话语，来去了解、去晓悟主的话，到底伊即句话要对咱讲的，伊所要表达的，期待咱所做的是甚物代志。所以咱圣神来帮助咱去晓悟上帝的话。所以伫咧约翰福音第14章内面安怎讲？伊讲。毋过，即个为作者就是爸用着我的名要册来的圣神，会将一切代志教示恁，嘛会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一切话。所以，咱就会通知影，圣神一个真要紧的工作是啥物货？伊会将一切代志来教示咱，搁安那，互咱会记得主伊对咱的教示，伊对咱所讲一切话，互咱伫咧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会通去想起着主伊对咱所讲的话，咱就伫咧迄个中间来得到快乐，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帮助。可是伫咧约翰福音第16章内面，又去讲起着讲真理的神来的是，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的真理。但那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咱就会通知影，咱透过着圣神的帮助，互咱会通了解、晓悟一切真理。佮安尼，单单只是靠着圣灵的服侍，
有可能会亲像那种子安尼随风在空中飘荡。因为咱有当时咱无法度完全了解圣神的意思，但是当上帝圣神来加上上帝的话的时阵，安尼的迄款的服侍就会通亲像经济落地落地伫咧迄个即个地里共款，咱会互咱所做的代志、所想的代志，会通搁较踏实。但是安尼迄款安尼服侍领悟，迄款安尼服侍，抑阁无够呀。咱必须爱倚靠着圣神搁将上帝话来晓悟了后，咱需要的就是化做咱的行动，成做咱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也就是领悟敏的迄个敏的部分，伊是要互咱成做咱的生命。安尼迄款咱的服侍，就会通亲像迄个种子伫遐扎根伫咧咱的即个生活内面，伫咱的生命内面，互咱会通安尼变做真稳固，互上帝的话语会通落实伫咱的生命内面，会通扎根，安尼互咱的信仰成做一个叫做有根有基的一个基督徒。马太福音第7章讲，凡听了我这些话又去做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你到底咱的生命要成做一个有根有基的这个基督徒，是咱要成做一个安尼建立在这个沙土上，迄个没有根基的这个基督徒。然而，咱他讲的迄个灵悟敏，是咱个人会得到。如果咱若没有给出去，咱的灵命犹原是无完全的。所以，迄个服侍是要互咱的灵命来得到成长。所以，迄个服侍之路内面的第四站就是灵悟敏士，迄个士。是要互咱的灵命来得到成长，佮灵命的即个朋友是要互即个服侍会通佮较安尼有效果，有佮较有那讲效率，种效力。但是迄个真正有影响力的迄款安尼服侍，会通讲是啥物款的服侍？是迄个生命的服侍。约翰福音第13章内底讲：“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主耶稣伊互咱的迄个榜样，伊爱咱所对是啥物货？伊为着伊的门徒洗骹，咱嘛应该爱彼此洗骹，因为这嘛是主伊对咱的迄个命令。咱伫迄中间，咱伫遐透过咱彼此的洗骹、彼此的服侍，咱互咱的服侍的对象，互因的灵命伫咱陪伴的过程内面，咱毋是甲伊讲你着成长，乃是我陪你一同齐成长，我伫遐陪伴你，来伫遐陪伴你行，你袂晓行，我一步一步陪你行。伫迄中间，我陪你成长。透过咱伫遐来陪伴的时阵，咱迄就是一个，咱讲就是生命影响生命，迄款安尼，互迄个生命去影响生命，安尼时阵就一个迄款安尼循环，迄个灵悟命事迄款安尼一个循环，都会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安尼不断伫遐来安尼循环，佮咱的迄款的生命就会大来得到互上帝来使用，佮咱伫咧互主大使用的过程内面，咱无伫迄中间来咱讲偷摕上帝的荣光夺取上帝的荣耀，而是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耶稣。这也就是咱伫咧讲的这个第5章，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咱拢是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基督。所以咱爱去切记的，就是咱规个这个服侍的这个路的最终目的，就是咱要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
彼得前书伫迄中间来讲起，就讲安那，伊讲在那个，若有人讲到他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他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好让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咱就会通知影，咱伫咧所分享的，咱伫遐所讲起着，咱所做，咱伫咱的生活中，咱伫咱的厝边头尾，咱甲人的互动，咱所伫咧工作顶面，咱伫遐甲咱的同事伫遐的即个互动，伫迄个中间的陪伴，咱伫迄中间，咱所做的，拢是要互耶稣基督得到荣光。这也就是咱规个即个服侍道路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咱借着圣神的帮助，互咱伫迄中间来晓悟上帝的话语，咱搁伫咧晓悟上帝的话语，搁毋那呢，咱有法度行出上帝的话语，伫遐来安尼来成做咱的性命的一部分，搁咱有法度伫圣神的引带内面，咱伫遐来。安尼将上帝的话语伫咱的性命内面，咱渐渐，咱有法度伫咱的服侍内面，咱伫咱的陪伴的过程内面，咱伫遐来服侍咱的遮个厝边头尾，咱伫遐来服侍咱的主内的遮个兄弟姊妹，咱就安尼一步一步伫迄个中间来安尼服侍咱的主，服侍迄个至美事，为着是要将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灵物命世神，就甲亲像服侍咱咧服侍的一个检查站。检查即个检查，咱要检查啥物？咧检查迄个选手，伊有迄个，咱知影吼，伫咧即个赛跑的选手，他要跑在他的正确的跑道上面。如果即个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迄个跑错了，也是讲咱安尼无完全。无完全走煞，走到一半停咧。咱会通透过着即个灵物命世神去检查咱的服侍是毋是有伫咧中间来得到完全。佮每一站拢非常的重要。咱照着互相安尼迄个串联，迄个即个伫咧即个服侍的跑道上面，即个选手伊袂用去错过任何一个检查站。也袂用伫咧任何的即个检查站伫迄中间来停止。安尼无伊所服侍就无完全，就那亲像无完全迄个跑完伊的迄个赛跑的赛事共款。如果咱若伫咧，咱若其他咱的服侍，咱要服侍到直到见主面，安尼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起点，就是咱需要透过着有圣神的帮助。搁爱经过着每一个服侍的阶段，咱就会渐渐伫咧中间来迈向伫咱的即个服侍的即个终点，就是伫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拢来互主的名来得到荣光。其实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服侍，咱会通搁一届好好来去反省。咱伫咱过去咱的服侍的过程，咱有伫咧啥物所在，咱停伫咧迄个所在，是咱有啥物所在，咱做了无够。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的，圣神帮助咱、启发咱，也互咱伫咧中间来伫遐来得到反省。咱伫倒位做了无够，求主帮助咱，咱会通伫咧中间来修正，互咱伫过来咱的服侍顶面会通哪做哪好。咱所做的会通来利益伫正人，搁互人因为咱的性命迄款咱的改变，因的性命要因为咱的服侍，因嘛要得到改变，要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满满。所以咱会通搁一届来好来反省看卖啊，来好来回想，咱头拄的迄个分享，服侍是咱的需要。为什么咱犹原还佫有一寡人毋敢来起来服侍？安尼咱要怎样来看出咱的第一步？咱头拄伫咱的分享内面有讲起，如果咱若袂记哩，等去佫看咱的 YouTube， 咱的 YouTube 每一天都挂在那里。会用好好来去回想，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操练。第二，咱有常常保持一个迄个正确的服侍的态度。迄个正确的服侍态度是什么？
咱头拄有讲起着，咱到底要安怎来服侍？咱有讲起服侍是咱的需要，上帝借着服侍甲着咱的同工，互咱会通搁较明白伊。若毋是上帝恩典，咱啥物拢袂通做。安尼，啥物是正确的服侍的态度？第三，服侍的代志，服侍这条路有5项重要的即个阶段，是倒5项？咱伫咱的服侍顶面有具体落实即5个阶段，无？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借着咱今仔日分享，咱搁一摆好好来反省伫咱过来的日子内面。咱期待咱南阳教会，咱会通成做一个服侍教会。咱的教会人拢会通安尼服侍，咱的遮个其他的遮个咱的同信的兄弟。这也就是咱伫咧咱今年咱今仔日7月第1主日开始，咱的礼拜有一个项目会有小小改变，就是咱伫咧咱的礼拜的过程内面，咱上老尾拢有一个报告的事项。牧师捌分享过，咱的礼拜对头前一直到落尾，咱开始学了上帝，咱甚至认罪悔改等等遮个嘛有诗班的献诗等等遮个有上帝的话语，搁着牧师的分享，以及后壁咱的奉献甲着报告。当咱听见报告了后，这就是后壁的具体交通。也就是讲，咱领受上帝的话语了后，咱后壁要创啥？咱需要彼此服侍。所以咱伫咧领受上老尾即个周报报告教会事务的时阵，甲着咱毋是逐礼拜咱拢有一个带导，咱拢有一个带导信吗？我毋知咱有偌济兄弟，你真正有咧看无？你会感觉讲其中有足济文字好像都是一直在重复。为什么在重复？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所以一直不断的重复。搁内面咱有侪咱关心的人名伫咧迄个中间，咱有伫咱的咧周间，你伫咧你的祈祷内面有将即个带导函摕起来，为着遮个有需要的兄弟祈祷无？咱伫遐讲，我主啊，我袂晓祈祷。你上无你家己的名念过去，总你会晓吧？你讲主啊，我毋知影伊的欠缺是啥，但是咱的主知影敢毋是？你伫遐只要讲主啊，求主你祝福即个兄弟，伊的身躯怎样？你若知影，你就讲；你若毋知影，讲主啊，你互伊的身躯来得到圣手医治保守，互伊紧紧来得到医好。咱伫迄中间要来服侍。咱的兄弟，所以咱要伫咱过来，咱的礼拜，咱伫咧后壁的祝福讲道的部分，要请师会人咱会有重点重点几个关心的弟兄姐妹因的需要，咱会请师会来讲出因的需要，因的欠缺。所以，迄个祝福讲道的时间是咱祈祷的时间。毋是私礼祈祷的时间，是私礼伫咧上老尾做一个结束的祈祷。所以，咱今仔日对咱7月份开始，咱的礼拜有做即个一点点的小改变，就是咱的师会伊会讲出即礼拜咱有一寡重点，咱需要带到的兄弟因的需要，咱伫咧中间来为着因的需要来祈祷。其他师会无念到的人，你若伫咧心内，你上帝圣神伫你的心内有迄个感动，你需要为着伊祈祷，你嘛伫迄中间来为着伊提名代祷，这才是规个礼拜有完整。因为礼拜毋是干那听牧师讲道安尼就煞，有的人甚至礼拜迄个牧师讲道一煞就转去啊。你的礼拜。爱到后壁阿免呢，爱等到后壁迄个牧师的祝祷煞，安尼才有算结束煞。是安讲？
你敢若来听牧师讲道，结果你拢无领受上帝祝福，你就转去，啊无你的礼拜是来礼拜什么会？当然，我知影讲咱有诶兄弟真无用，所以礼拜一半转去，这拢会通好理解。但是有诶人伊是习惯性，礼拜到一半，就转去。何况咱伫咧礼拜过程内面，咱需要去关心着咱诶兄弟姊妹。所以我嘛鼓励咱众兄弟，咱今仔带有爱餐，请你领受这个爱餐，这个餐你去领了这个餐了以后，你若是来，不管你是伫咧礼拜堂，伫咧绿地教室，伫咧咱的穿堂，伫咧教育厅，你伫倒位，你伫遐甲人伫遐有甲人交陪的时阵，请你会用甲伊分享。你伫咧即礼拜，你有啥物款的领受？你有啥物款的得到？以及你有啥物款的需要人为着你代祷？你坐伫咧伊隔壁的人，你听伊讲了后，你毋是无代志，你需要为着伊祝福祈祷啊！不管是伫咧当场，我期待你会用当场为伊祈祷。你若无法度当场祈祷，你上无你转去爱为着伊祈祷，因为伊将即件代志分享互你知。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过来，你伫后礼拜，你拄着即个兄弟、即个姊妹，你会用甲问讲：啊，你咧讲爱我为着你祈祷的代志，啊，即马怎样？当咱啊安尼伫遐彼此安尼服侍的时阵，你用想想今仔咱南阳教会，迄个彼此、迄个彼此相听的迄个态度。我相信会无共款，搁怪即间教会要互侪人来安尼来学习咱的教会，因为即间教会要成做一个有听的教会，是一个实践的教会，是要将上帝的话语落实伫咱的生活的每一个坎站的教会。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届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阮过去检采领受主你侪恩典，但是阮却袂晓伫来去数算，也实践主你所赏赐互阮的同样的恩典。阮甚至也无愿意将阮对主你所领受的恩赐来安尼来献互主你所使用。主啊，但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会晓你真正对。伫圣神的感动引出下面，阮真正欢喜来将阮家己本身献互主你使用，亲像一个活活的祭，来得到主你的欢喜，佮互阮所服侍的不管是阮的同工、阮的同信的兄弟，以及阮的厝边头尾，以及阮的同事、阮的家内的人，因为阮的服侍。因要看见阮的生命的改变，因为阮的服侍，因要对主你的信仰、对你的福音有兴趣，因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因的要搁较嘛意爱来跟对，互因也甲阮共款，会通成做一个服侍的人，因为服侍是主你所赏赐阮迄个。上重要的即个恩典，互阮会通伫阮所服侍的即个过程，阮会通哪服侍哪甘甜，佫会通互阮哪服侍，佫会通安尼领受主你佫较侪、佫较大的即个丰盛恩典来到伫阮每一人的中间。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当圣神伫阮内心感动阮的时阵，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无消灭圣神的感动，互阮会通来起来行、起来做，互侪人因为阮的服侍来得到主你的施恩祝福满满。愿咱来献上满心的感谢、祈祷，拢上过主所基督圣名。免。这时咱要来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4首，食这饼，啉这杯。
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纪那属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纪那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是有夜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记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式，大声来感谢。咱同心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识别阮，也识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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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服侍。咱若领受饼了后，咱就安心祈祷。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领受饼了后，咱就安静热祷。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今日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食了也安尼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后师会长老。所讲，这个杯是我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咱领受着杯的时阵，咱就安静跌倒。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来领受祈祷。
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你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啊，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见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是咱要来收杯，咱同齐来唱圣诗364首。我先收你的杯。这时，请咱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内受苦。竟是个死埋葬冥府，第三日伫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全能的地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
这是咱来奉献，请庄训执事甲文兰执事来说。感谢您赐给我们各样的才能，能够来为这个社会来贡献。我们更愿意把你给我们的才能奉献出来，来服侍你，也把我们一些所得奉献出来。虽然我们做的虽小，但你在天上都纪念我们。感谢你，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谢谢。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咱同齐来读吼，第一句是迄个，第一届是咱的台语的部分吼，台语汉字，咱做伙来读，请。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更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意的敬拜。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过来，咱来读迄个华语的吼，和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第12章1节。过来，咱来报告的部分。毋知今仔日有第一届来到咱教会当中无？无啦吼。咱看报告的事项吼。第一点是6月29日小会决议有3项。第一是接纳张淑恩长老作为第2位代议长老。第二是接纳牧师出国请假案。
第三是接纳西首爱湖线2024年施工规划案。第二点就是迄、咱即礼拜日吼是社福施工拄啊无师傅讲吼，咱为着即个代志来督教方面，然后看来明仔有爱餐啦吼，请兄弟留步参加吼。具体消息的部分，请咱来看这大部分拢是陆续有公告吼，有几啊礼拜吼，所以咱兄弟来过目，特别是第4点的第2个吼，9月25到27号有一个灵修关怀之旅吼，这个费用较悬顺吼，欢迎咱夫妻的姐妹来参加。过来就是咱迄个第6点吼，台湾女子神学院有举办一寡活动吼，再请咱来看吼。暑假期间有一个马街行脚巡礼吼，过6到8月每个礼拜四下午1点半到3点半吼，伫台北市的所在有一个迄个圣经人物的生命课程吼，欢迎兄弟来报名。第8点的部分就是咱的迄个荣兴长老教会副主任牧师吼，有出版一本册吼，咱兄弟若有兴趣吼，让来甲办公室登记订购吼。内底的事项咱咪报告吼，然后过来就是咱过来郑州聚会出席的部分吼，请兄弟来过目。然后咱后礼拜吼，跟着后西的兄弟吼，请咱备办心。上尾是咱的个别报告的部分吼，请兄弟来过目，若是有毋对的所在，再找干事来做更正吼。好，牧师还补充无？无吼，好，咱来看迄个，过来是咱祝福公道的时间吼，拄仔牧师有讲到吼，所以咱我伫报告的时阵，兄弟同仔来看即个带导函吼。主要咱今仔日为着除了咱教会公共事务的需要以外吼，咱有几个兄弟吼，咱会共同来关心吼，那么咱同心开喙吼，为着因来祈祷吼。第一是有一个黄永新弟兄吼，伊身体的原因吼，这个身体目前是这个罹癌哈，所以我们特地为他来代祷哈。或者赖韵如姊妹哈一样的情形哈，那我们也特别为他祷告。过来就是林美玉老师啦哈，我想带导函顶文咱拢有看到哈，咱特别为着伊来祈祷，希望伊这个手术了复原吼会当真顺利。然后过来咱特别为着林文科弟兄来代祷哈，为着伊家庭甲伊生活的需要哈，因为伫这个暑假的期间吼，这个收入是较欠缺吼。所以咱特别为着来祈祷，过来就是这个，为着家珍节啦吼，这个上帝来透放伊心中的这个一寡重担吼。第5个咱特别为着杨志强弟兄吼，这应该大家拢知影，伊两眼的视差非常的严重吼。这个会理长老嘛足关心伊吼，为着伊来做这个按摩啦吼，希望伊这个另外一只眼睛可以保住了吼，所以咱。特别为着伊来祈祷吼，过来就是这个廖贤哲弟兄吼，求上帝来坚固伊的身心灵吼。当然，咱兄弟人想要搁进一步了解，大家问关怀组也是牧师吼，总是咱恳求上帝来帮助你吼，以及伊生活当中的这个需要吼。我想咱特别为着这几位兄弟来祈祷吼。拄仔无讲到，咱兄弟若有负担，共款咱为着咱所关心的人。来提名代祷咱同心阿头，我们同心开口来祷告，为我们所需要刚刚所报告的兄姐请。这个时候我去看这里特别重要，兄弟兄多谢着你处理所处理的天堂有心愿如美丽老师保持特别恩待并能够早日恢复，为着那个郑保文科他的这个生活需要，求主特别恩待保守，让他在面对身体，还有在你整个家庭这个最近的需要，求主特别带领保守，为着我们的杨志强弟兄他的这个两眼的视差，特别在这当中顺手亲自来摸查他的那个噪音，也为着凭着他的整个的身心灵，我们特别保守。
主你来看顾伊，帮助伊解决生活难题。主我们知各弟兄能够靠着主来得到坚固，使我们在这件事上感恩，求主特别保守怜悯从弟兄姐妹你需要的为着身心灵来保守，为此祷告。条内主，阮感谢你，主，阮为着阮兄弟的需要，阮同心伫遮祈祷。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恳求主，你的圣手扶持、引带、医治以及保守。我嘛恳求上帝，你互阮教会建堂的事工，阮伫推动的顶悬有圣神的引带甲帮助。也看过求主，你互阮诚侪阮社区的光灯，诚侪即个社区的帮助。互阮无论各项的事工推动，无论是阮的赞美操，无论是阮伫即个爱无限事工的规划，真正拢得到阮社区的参与，嘛互阮会当诚侪社区的祝福。主，阮无够额，但是阮愿意，求主你帮助看顾阮，阮将一切交托伫上帝的手，求主你听阮的祈祷，感谢，拢是用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的吟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吟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实。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
祝福的时光，咱彼此来祝福。兄弟。